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超过33000人死亡。土耳其1939年规模8.2的地震了后，这80年来死亡人数上界济一届。天灾无法度避免，不过因为加添起嚟的灾情，当然爱算好清楚。地震放弃的厝，真明显会当看出来讲，有真侪厝拢是无照法律的起，有的砖啊是空心的，有的条啊偷工减料。所以土耳其政府已经下令，甲113个建商掠起来调查。目前灾区是欠物资的情形真激烈，超商、药局拢已经空，所以竟然是开始出现抢劫的案件。当地军队甲警察是拼死要控制社会治安，不过嘛是有下抢伤过重，用塑料甲罪犯输的情形。因为地震到今已经要1礼拜啊，灾民未来要安怎生活，正做上界重要的工课。世界杯主办赛卡达，就甲当初4号刮卖大的货柜屋，暂时送去灾区，互灾民安置。土耳其建商卡拉库兹甲家20日伫伊斯坦堡机场想要离境飞往乔治亚时，互警方逮捕。2天前，抑个一名开发商寇斯库恩也想要走去蒙特内哥罗，先一步伫机场轰炸落来。抑个一名建商阿凯直接送入警察局。这个第三开发商也是包商，拢甲灾区大量倒去的建筑备案有关系。副总统欧克泰表示，查获131人涉及偷工减料备案，佮对其中113人发出拘捕令，已经逮捕12人到案，讲要追究责任到底。伫这个当时，灾区安全状况一直恶化，超市、药房、电子产品、各种商店会当讲拢互抢了了。Mal sahibi kim buranın? He? Ne işiniz var burada? Hadi abi çek. 业者无奈将趁的商品装箱送上卡车，唔知应该刷去倒回。这类的事件增加也激发八卦情绪。针对灾民指控抢劫的人拢是叙利亚、阿富汗移民，当局最近已经加派军警伫街路巡逻盘查，防止乱象恶化。国际之间继续送温暖，卡达会将世足赛期间一万个互球迷临时住的货柜厝甲影车厝送去土耳其甲叙利亚帮助灾民。第一批306个有毒网甲变数的临时厝已经伫12装船出发，另外还有援助100吨物资甲900人的援助团队。法国的50吨人道物资12也为巴黎飞往加至安泰普，其中包括一组做中式的病院，内底有2间手术室。北方北城也有卫生医疗甲紧急设备，参800名医护、药剂师甲后勤人员，主要要处理地着伤、摔着伤等骨科甲北来手术。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咱看这灾区是已经无一个完整的角色，灾民有路无厝，有亲人伫咧别位的，佫会当倚靠亲人。不过多数的灾民，敢会当靠家己想办法过日子。就算讲即阵是寒人，有当时啊，佫会落雪，嘛敢会当搭平啊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中加区陆续搬救车伫土耳其大地震过了后，阿德亚曼徛街已经破鼓鼓，灾民拍算前往其他城市投靠亲戚朋友。Biz şu an depremde bir teyzemizin evi yıkıldı. Eşyalarını alıp götürüyoruz. 港园风破坏，当地民众大包小包走动，搁较有加至安泰普的居民，一口罩6个人，专工去索巴里的安卡拉瓦克找件。Orada da çocuklarımız var, oraya dönmek istiyoruz geri. Şu an çocuklarla beraber 6 kişiyiz. 机场客满转机的灾民无依无靠，只会当投靠亲戚朋友。也毋过有人厝无法度住，政府单位的收容处所无够用，要及时等的困境，无奈只好自立自强。就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这是他们的家，你知道吗？随地扣旁部暂时做安置，小小空间客满5、6个人，就算起火cứu烧，共款无法度挡会掉寒风侵袭。啥人想会到，未少土耳其受灾户即马是安尼生活。Burada kayboldu. Biz burada çok eşya, değerli eşya var, altın var, para var. Yani değerli eşyalara rast geliyoruz. AFAD ekiplerine veriyoruz. Çadırlarda kalacak. 厨房震倒去，贵重的物品也全无去。佮等袂到政府的援助，灾民真无助，导致官方单位派出心理治疗人员前往灾区协助。也毋过各地不满的情绪也是日渐升悬，到底将来要去倒位，犹原是毋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叙利亚嘛是这边地震的重灾区，有一对车底啊，红带伫咧涂骹底2天互救出来。
救援人员发现因2个人的时阵，是这个5岁姐姐拼死用手拣出一个空间，保护这11个月大的小弟，互人实在心极感动。不过真不幸的是，伊的爸母甲其他兄弟姊妹拢已经不幸死亡啊！加在因还阁有阿公甲阿叔会当甲因照顾。倒伫白床面顶，5岁查甫囡仔阿西里只骹甲只手拢互高沙布包起来。救援人员伫定在严重的叙利亚哈莱姆搜救，伫搜救队下面发现5岁阿西里打倒伫地面，用只手制造一个空间保护只有11个月大的小弟。这弟仔伫受困2天了后救出来，送去儿童病院救治。经过真侪天的治疗，医生表示阿西里的骹手因为受到压力，并较详细是枪式症候群，已经替因做身体组织检查，提供所有会当互因的医疗服务。而这名小姐姐嘛已经知影，厝内人都已经伫地堂内底过身。أنه هد البيت علينا البابا فيا أمي وطبت البناي علينا وعبده。因为2名囡仔的爸母甲其他兄弟姊妹拢伫地堂内底过身，这对这弟仔阿公甲阿叔嘛表示愿意照顾因。这个地堂造成几十万人无命，除了救援人员继续搜索幸存的人，嘛有医生为事发迄一天开始，已经连续6天无啥休困，都入去救治伤患。6أيام 7 أيام أنا موجود ضمن المشفى مناوب لمدة 24 ساعة. ندخل على غرف العمليات بالساعة 8 9 الصبح للساعة 2 بالليل بين المرضى وفي غرف العمليات. 这个医疗人员努力救治病人，也毋过在医疗资源有限之下，部分病人有缘无法度得到较好的治疗。暂时叙利亚在疫情上严重的西北部地区，已经有数百万人无厝通转去，有数十个家庭伫附近的学校、搭临时的补棚暂时安置，等待人道救援物资送到位。国视新闻台是董炳玉。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一个中国人伫咧网络讲家己甲日本 Okinawa 的无人岛买落来，甲中国争下领土。日本的官方中国表示，这个岛无伫咧旗海领线内底，嘛无人住，所以法律无介入调查。这款做法是引起民众反弹啊！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伊朗的总统受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率团访问中国。伊朗这几年受到欧美的制裁，中国是唯一一个被伊朗援引的国家。伊朗甲中国反美联名的势力是当咧变强。英国《Times》报道，英国利物浦一间收容难民的饭店外口，有几落摆右派反难民的示威者去攻击工作人员甲警察，15个人互当场抓起来。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反对中止迪士尼公开反对德桑提斯的立场。不过，佛州的议会竟然是通过法案，和州长会当插手管迪士尼的人事。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有一只 F-16战机，伫咧美国甲加拿大边境空中，把一只八角形的无人飞行器拍落来。军方认为讲，这个飞行器无军事的威胁，不过可能会影响到空中的交通。乌克兰受到罗西亚的飞机甲飞弹大轰炸，全国大停电。乌克兰是当咧赶工修理电网，要互首都基辅等等的大城市先有电通好用。也若是两边军队交战的东部地区，民众生活无水无电，敢若会当靠志工冒险送食食。而且即阵属于罗西亚的瓦格纳佣兵军团，讲因已经先甲东部的巴赫姆特北部占起来啊，目标是要甲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这2州规地占起来。俄军为7月开始，针对乌克兰6个地区用飞弹甲无人机发动大规模空袭，致使乌克兰全国大部分的所在停电。俄国能源公司赶工修复叛去的电网，互首都基辅甲南部港市奥德萨，也甲第聂伯罗这大城市12无停电。不过，总统泽伦斯基是讲，虽然复电作业快速，不过预测俄军会持续加强空袭，所以电力危机也未解除。Маємо усвідомлювати. Ще це не перемога і не вирішальна на енергетичному фронті. І, на жаль, можуть бути нові удари терористів з Росії, можуть бути нові обмеження, якщо будуть нові руйнування і 乌克兰顿涅茨克北部的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伫俄军持续的攻势，当地无水、无电、阁无粮食，伫落大细的寒冬，居民敢靠志工送来食物过日。一个80岁老太太控诉俄军伫伊的耳边开枪，互伊的耳仔已经听无啊，甚至阁互俄军施加暴力。
Меня пытали, я не слышу теперь, я вот уже 5 месяцев не слышу. Я сама врач-хирург. Вот мне зубы повыбивали, мне челюсти били. Ну что я сделаю? Ну так случилось.也是顿涅茨克东部的巴赫姆特，过去几个月一直是俄国交战的城镇。俄国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格金12表示，已经攻占巴赫姆特北部的村庄。不过，伊也坦白讲，伫巴赫姆特有拄到俄军的抵抗。普里格金切实强调，必须要攻下巴赫姆特，这个战争才会当继续。到尾仔的目标，就是要完全攻占乌东的顿涅茨克加卢甘斯克两州。不过，恐惊都要用2年的时间。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战争是两国的特政治，上界可怜的除了百姓，还有一寡前线士兵，因来忍受身体痛痛，还有心理压力。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有一间疗养院甲复原中心，让士兵会当暂时离开前线去遐疗伤，唔要惊讲这炮随时会放过来，会当安心休困，较无心理压力。古来的乌克兰士兵坐伫真舒适的椅仔顶，当伫接受红外线的治疗，改善因心脏甲血路循环的问题。We work in conditions that are bad for our health. It's damp, it's wet, we live in trenches. We have back pain, leg pain, we carry heavy loads. 另外一阵士兵伫有烧水的游泳池内面治疗因筋脉的酸痛。这是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原本一个疗养院，即马改做乌克兰士兵的复原中心。一摆伫遮待1礼拜，互阿兵哥会当暂时离开非常激烈的战场，伫即个所在小可休喘一下。This place helps soldiers put themselves back together, at least for a week. They sleep in a warm bed, have a proper wash their clothes, and they do medical checks.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a person can develop several illnesses from the stress of fighting. 2014年，罗西亚发动伫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战争结束了后，真侪乌克兰士兵有心理的创伤，但是无得到好好的治疗，所以就自杀。为着避免佫出现这种情形，这个复原中心除了治疗身躯的病痛以外，嘛有心理医生提供专业的咨询，帮助士兵化解心内的压力。The hardest part has been losing friends. May their memory live on. Other men from my unit have done this rehabilitation, and you see them returning to the unit after a week here, rested and stronger and rid of the thoughts that they had before. 这个复原中心是由波罗的海3国、波兰、美国甲西班牙赞助成立的。自从2022年6月开始运作到今，已经有超过2000个士兵捌来过这。充电了后，重新返去战场继续打拼，保护国家。记者甘美恩编译。来看一项新科技，即摆毋但电动车会向自动驾驶，连尼摩车都加入人工智慧技术，会向家己锁叮当。咱做回来看。拄做爸母的人若带囡仔出门，囡仔吵闹时阵，若抱囡仔一怪若刹红椅车，实在正无行。加拿大一个职业妈妈就把这项困扰转做伊创业的机会，把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伫咧红椅车，互伊家己行。The inspiration was really ou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becoming parents. Looked into the stroller market and we're really surprised that we didn't find anything that has some kind of level of automation or motorization. 韩国伫咧伊的查某囝出世迄年创立公司，生产这种自动驾驶的红椅车 Ella， 囡仔若抱伫咧手的时阵，车会家己行。伫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店，韩国电视这台结合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红椅车，伊会当侦测环境的危险状况，即时发出警讯，也会随甲车停落。两个引力的设计，互这台红椅车伫咧爬行的时阵，会甲你倒刹，减轻父母的负担；伊若伫咧落行的时阵，伊会挡碍小减掉的，互你车速袂伤紧。因故为了安全，囡仔若坐伫咧车内时阵，大人也是该换掉的。If your infant is crying and you want to hold them because they need that physical connection, or you have a toddler who walks for a bit but not really for very long distances, and you bring the stroller along. 韩国人讲，这台车上好的所在就是，互你会当双手抱囡仔，而且伊还有摇床加帮助困眠的音乐，用手机 app 联动，就当追踪定位，互厝内人知影这台红椅车怎么伫咧倒位。高科技的红椅车价销无俗，一台差不多10万台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法国真正推出活动，互旅客伫咧世界3大博物馆罗浮宫当中待一暝。即马为着请旅客去观光 ，Airbnb 甲巴黎歌剧院合作，甲歌剧院当中的一个包厢翻新做高档客房。
唔来当免费欣赏一出音乐剧，会当参观经典戏剧、歌剧、微影剧情当中秘密地下的场景。上届声人的是伊的介绍，到一枚竟然只要37块欧元，等于是无到1200块的台票。这间豪华客房有装饰金色扶手的造型碰椅，有贵族气息的古董小廊床，阳台对面就是歌剧院舞台。这地方内就会当欣赏音乐剧。无毋对，这间客房就是位伫巴黎歌剧院内。旅游平台 Airbnb 为着刺激因为疫情点几啊年的旅游业，特别甲巴黎歌剧院合作，将其中一个包厢中心装潢提供游客大只。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at we can do this tim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in Palais Garnier, which is probab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n the city. And all of this contributes to making sure we keep encouraging people to travel and dream at the same time and raise a lot of emotions around travel. 巴黎歌剧院是19世纪拿破仑3世在位的时所打造的新巴洛克式建筑，内部真奢华。为了配合这摆 Airbnb 的创举，院方重新整修这个剧场休困室，带入去的游客会当伫大型美丽水晶灯之下享受浪漫的暗顿。Et ce lieu est un des lieux qui a été aménagé spécialement pour le partenariat que nous avons construit avec Airbnb. 唔那遮较大有惊喜，这座旅程也包括免费看一场音乐剧，也会当看表演幕后的各种设施，包括神秘的地下屋。因为有名的歌剧名影的爱情故事发生的场面，就是根据这个剧院所决定出来。Mon arrière-grand-père, avant d'être écrivain, il a été journaliste. Donc tous ses romans partent de faits réels. Et l'Opéra Garnier avait donc brûlé vers les années 1880-86. Et donc il s'est inspiré de cet incendie pour lui partir de cet amour de 3 personnes qui Airbnb 会伫3月7日开始卖这个特别的包厢房间，定价37欧元，大约台票，较无12块。过去 Airbnb 捌推出伫水族馆、甲山溪公园、到罗浮宫金字塔大一暗顶活动，都捌互旅客留下难得的体验。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